代替要全公司化，明年元旦挂牌营运。未来董事长这杜比呢，今仔日以代替局长的身份主持8场的代替公司员工说明会，讲会互员工安心。也表态讲，这公司化了后会启动评估票价，若准无到调整到合理的票价，这差价交通部就爱贴。代替局长杜美头一届主持代替公司员工说明会，伊讲过去几啊届内部公司化座谈拢无够清楚，即马法院甲组织拢明朗化，叫员工会当放心。毋过公司化了后，会防整平的疑难混无单，员工对未来拢感觉傻无涨，毋知爱向啥物人申请明年度的休假，抑个有业务爱交互啥物人。与东区、北区营业处业务移交的最终日期是什么时候？明年预计要出国的话，现在要找谁登记？这个月的月底之前有没有出这个初步的方案？确定以后再跟大家来说明、来沟通。现在进前有风声讲，代替内部已经有起车票钱的方案。杜美讲，车票价格若要调整，嘛是伫公司成立3年了后，代替公司会启动票价检讨的机制，算出合理的价格，再个报交通部核定。若是无符核准起价，就要求补贴。公司成立以后，做好研究，董事会通过。才去报补，准我调非常好，我收入马上大幅增加。不给我调，没问题，我拿补助。代替强调讲，挂牌了后，1700亿的债务归零，无负债了后回归公司管理，会当甲重点放伫安全营运。对代替有关残疾办说明会，代替产业工会发声明，批评公司化的过程，员工拢毋知影，即马就伫要挂牌啊！这个说明会根本是通知，毋是沟通，甚至有风声讲要求主管动员参加说明会，互人看落较济咧，这根本就是形式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